嘉义山上新的报道，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人咧讲用捏的无好彩，用招的无好势。台北一个查甫大学生顶礼拜日经过南港转运站的时，向强有10个人全甲伊围起来，假称讲买募款，叫伊就爱签名，煞来让伊捐1000块，啊若无是袂当走。这个查甫大学生看对方人遮尔济，唔敢含名加讲，敢若会当乖乖甲钱摕出来。也毋过更加可的是讲，伊甲钱包啊开开，迄阵人看到伊的皮包内底拢总有2000块，叫伊就爱全部交出来。规个月食饭钱拢乌有去，原来这个当事者本身嘛是假收入户，伊的老母知这个消息了后，实在是气性落地，骂对方根本就是家己的查某囝强悍。南港转运站人是来来去去，真侪民众会来遮食饭踅街，也是拖着行李要去坐车。不过最近却传出不明的团体借着募款的名义，伫咧车站内底甲民众讨钱。真的好可怕哦！来读书的小朋友的钱，他也要这样子恐吓他。李小姐的查某囝就伫咧附近读大学，开学进前，伊家己一人来到南港转运站买物件，向有10外个人甲伊围着。对方讲家己是慈善的单位，当咧做爱心的募款，希望伊来到签名。结果这个查某学生签完名了后，对方却开嘴讲签名就爱捐钱，上少爱1000块。这个查某学生看到对方的人真济，烦恼会有危险，只好乖乖照做。想袂到对方看到伊的票包内底有2000块，直接就拢总摕走。旁边4个大人很凶恶的眼神就围过来朝我女儿看，我女儿怕到，然后就乖乖的就把那个钱交出来。离谱的讨钱的行为，让这个查某学生的妈妈真生气，而且这个爱心集团来路不明，募款的钱嘛唔知是摕去倒位。我觉得爱心不是这样子被强迫出来的，对啊，因为他必须要把事情就是讲清楚啊。手机拿起来录影报警啊！钱在你身上，你就不要拿出来就好了。不明的集团，就一个人来来去去的车站，真大胆直接来讨钱，行为是真悍。警方嘛已经来处理，要追查这个集团的背景，防止更较侪无辜的变事受到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